巴尼亚一位教授兼记者在结束中国官方安排的采访之旅后，发出大量采访视频及录制评论视频，皆东突厥斯坦确有大量集中营存在。他指难以想象21世纪还有中共这样的政权。阿尔巴尼亚教授和记者奥利斯·贾兹赫周日制作视频谈新疆之行感受，解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实施针对维吾尔人等穆斯林的大规模罪行。他表示必须要使用集中营的叫法。他指，在去东突厥斯坦之前，以为有关维吾尔人遭遇的故事都是美国和西方的假新闻，但亲眼见到之后，可以说濒临崩溃。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致信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对世界银行向中国所谓职业教育项目提供贷款的做法表示忧虑。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格文众议员和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在信中表达了对这笔贷款的忧虑。我们了解世界银行的贷款是在这些再教育营被公众于众之前批准的。信中说，我们的担忧来源于在弄清这些再教育营的性质以及中国政府不断为其辩护之后，世界银行仍然在发放这笔贷款。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说，自上周五以来，我们在该地区看到了无人驾驶飞行器、导弹和空袭，其中包括以色列、加沙、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的无人机、战机和战舰经常侵犯黎巴嫩边界。黎巴嫩当局抓住一切机会，将这些违法行为带到联合国。伊朗支持的也门胡西人今天宣布，他们在沙特阿拉伯首都里雅得击中了无人机的重要军事要点。沙特阿拉伯尚未宣布这一问题。五角大楼采购负责人周一表示，在特朗普政府决定将该国从 F-35计划中撤下后，土耳其和美国继续进行讨论。当被问及土耳其被取消该计划是否不可逆转时，艾伦勋爵在五角大楼告诉记者，土耳其是我们的战略盟友，是我们的战略伙伴，所以我们总是继续谈论。他说，同时继续坚持认为土耳其超过900架 F-35零件的工作份额将最初给予美国国防承包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愿意在合适情况下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特朗普并说，对于能够与伊朗达成新的核协议前景感到乐观。伊朗不是我在2年半前就职的国家，伊朗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特朗普谈到法国试图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进行调解的问题。他说，伊朗与2年半前他上任时已经不一样，相信伊朗可以成为伟大国家，但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政权、改变领导者，我们希望他们没有核武器，但导弹和更长的协议期。